陳偉業，我主席就即係我絕對理解啊毛孟靜嗰個嘅即係背後嘅理據同埋個邏輯啦。但係佢所提出嘅動議係冇反映即係嗰個嘅思維嘅。咁即係因為如果你要就翻呢個問題唔好將佢同個人嘅升遷關係係即係拉成關係，而係將呢個問題轉咗去呢個嘅廣播自由，即係或者係呢個嘅港台嘅本身嘅法定職責，可能因為政治嘅干預而受影響呢。咁我覺得嗰個嘅動議嘅精神就會較為明確同埋清晰，支持起嚟呢就會較為即係有理據啲咯。咁希望睇下毛孟靜議員會唔會就字眼上作些少嘅修改，即係加翻。即係因為係基於呢個嘅可能係港台嘅自主啊，或者新聞自由啊，或者有不合理嘅政治干預，即係等等嘅前提下，要成立呢個委員會咧，咁我覺得就較為合適啲咯。甚至乎你叫阿鄧慶光執包袱都得嘅。OK。